年。耶稣的祝福赐我，阮当拢无烦恼。世间的叶袂离我，做袂害我跋倒。有阮袂做我踏开，了义行行拢煞。也是一个老目屎，拢袂互我摇拽。耶稣的祝福赐我，安稳伫伊形前。仁爱那恩恩疼我，互我灵魂安宁。各位兄弟平安，咱今仔日要读的经节是《申命记》14章22节到29节。这段经文在讲十分之个奉献的规律，修成十分之个奉献，除了是要奉献予利未人的十分之以外，第二个十分之的目的是要守耶和华的节期，常学习常常敬畏上主你的上帝。第三个十分之的奉献是指伫7年安息年的周期中的第3年甲第6年。第7年是安息年，是每3年的尾仔年，分予本城内面无分着产业的利未人，以及住伫恁中间的出外人、孤儿甲寡妇，目的是供应有需要的人。看到今仔日的经节，你可能会感觉奉献敢袂读伤济，30%呢。毋过咱台湾人有一句话讲，甘本甘食甘本，有通食阁有通剩，是讲若甘甲人分享家己的物件，不但有通食，还阁有通剩，阁加出福气。今仔日的经节嘛是安尼讲，第29节的尾句讲，安尼上主恁的上帝会因为恁所做的这一切代事赐福互恁。咱先来读今仔日的经节，咱先读申命记14章22节到26节。申命记14章22节到26节，十分之奉献的规律。22节，逐年恁着对野种所收成产粮的出产10分抽1分，恁着伫上主恁的上帝竞选互恁服侍伊的所在，伫伊的面前食所奉献10分之的五穀、酒、油，甲头上生的牛羊。安尼恁通学习常常敬畏上主恁的上帝。上主恁的上帝赐福恁，伊所竞选的所在，若离恁伤远，恁袂当带要奉献的祭物去遐，恁通换做银，甲伊包起来，摕伫手里，去上主你的上帝竞选互恁敬拜伊的所在，恁通照恁的意思，用这的银买牛、羊、薄酒、厚酒，还是其他恁看做好的物，伫遐恁甲恁的家眷，着伫上主你的上帝面前做伙啉食欢喜。以上。伫民数记18章21节，上帝已经将以色列中出产的10分之一，利未人应得的份额，赐予利未人做产业，报答因伫会幕服侍的劳苦，赐予利未的子孙为业。但是今仔日的22节到26节所讲的10分之，并毋是要奉献予利未人的10分之奉献，是为着每年甲头上生的牛羊，做伙带到上帝竞选互恁服侍伊的所在，是要互恁甲恁的囝、你查某囝、奴仆、女婢，甲住伫恁中间的利未人，伫上主恁的上帝的面前做伙欢喜。
目的是要守耶和华的节期。牛群羊群中头上生的，这毋是属伫这1/10，因为以色列人中牛羊头上生的，伫出埃及记22章30节有讲，头上生的牛甲羊嘛着照安尼做，出世了通缀伊的母7天，第8日着归互我。搁有出埃及记23章19节讲的，土地头上上好的收成，着送到上主你的上帝的厝，本来就是属于上帝的，所以着献做平安祭，了后甲众人分享。上帝百姓伫上帝的面前啉食欢喜。26节讲的，并毋是坐咧大食大啉，起来跳舞滚笑，是为着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申命记14章23节，这安尼讲。因为百姓将这7/10，搁牛群羊群中头上生带到上主上帝面前，毋是家己一家伙家己享受，是甘心甲众人做伙分享上帝恩典，承认伊伫恁所做的一切赐福互恁来欢喜。人只有承认家己所得的，毋是家己还是偶像的功劳，完全是上帝白白的恩典，你才会肯来摕出来甲别人分享，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也才有可能继续承受上帝的恩典，成做上帝祝福众人的功劳。煞接咱来读27节到29节。27节，恁着照顾住伫恁中间的利未人，因为因伫恁中间无分着产业。28节，每3年着将第3年收成的10%分来放伫城内。伫恁中间无分着产业的利未人，以及住伫恁中间的出外人、孤儿甲寡妇，拢通来食甲饱。安尼，上主恁的上帝会因为恁所做遮的一切事，赐福气互恁。27节到29节所讲的10%，是每3年的尾仔年，分互本城内面无分着产业的利未人，以及住伫恁中间的出外人、孤儿甲寡妇，目的是供应有需要的人。每3年的第3年是记7年安息年的周期中的第3年甲第6年。第7年是安息年。伫利未记25章第6节章，迄年全年的土产拢要互你甲你的奴仆、女婢请工，寄居伫恁遐的外族人。所以以色列人爱交3个1/10。第一个1/10是每年献互上帝做平安祭，上帝将这赐互利未人。第二个1/10是每年甲你的囝、查某囝、奴仆、女婢以及住伫恁中间的利未人，是上主你的上帝面前做伙守节欢喜分享。第三个1/10是每3年一过，分互本城的利未人、寄居的、甲孤儿寡妇。伫新约无规定1/10的奉献，是教咱将家己的身躯献互上帝做活活的祭。这是罗马书12章第1节讲的。搁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5节讲，遵趁上帝的旨意，大声将家己献互主。搁伫帮赞善食人的时，哥林多后书9章第7节讲，所以逐人着照家己所决定的来献，毋通毋甘，毋通勉强，因为上帝疼欢喜奉献的人。这毋是互咱用毋通勉强，互家己做借口，是要劝咱毋通出于肉体，是爱顺服伫圣灵，通得到上帝赐予马其顿正教会恩惠。就像哥林多后书8章第3节讲，尽因所会奉献，甚至超过因的气力。伫使徒行传20章35节有讲，互人会比领受会较有福气，听的付出是袂带来人的减少，而且会得到上帝的赐福，搁较丰富。今仔日的经文29节讲，因为安尼上主恁的上帝会因为恁所做遮的一切的事，
赐福气互恁。人若无脱离物质的捆绑，就无法当继续承受上帝对上帝来祝福。咱若是一面计较1/10的奉献，另外阁认为比法利赛人阁较属灵，就应该思想主耶稣所讲的，其实这个也是你应该行的，其他的嘛毋通忽略。这是路加福音11章42节的一段话。今仔日的经文26节，食甲啉是人日常生活中上普遍的小事，但是上帝有特别要求伊的百姓伫每一日食甲啉学习甲地上的万民分别，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学习感谢分享。伫罗马书14章17节讲，自上主主权的事体，毋是靠啉食，是靠圣神所赐的公义、和平甲欢喜。但有顶头生的性命的人，毋免等到什么大场面，伫日常的食啉中，就会当见证上帝，互主使用。因为食的人是为主食的。罗马书14章第6节讲，守特别的日子的人，是为着主来守；有食肉的人，嘛是为着主来食，因为伊有感谢上帝。无食肉的人，是为着主无食，伊嘛是有感谢上帝。甘食甘分，有通食，阁有通剩。安尼，上主恁的上帝会因为恁所做的一切的事，赐福互恁。咱做来祈祷，听来主奉献事，阮一直有毋甘的心态，还是奉献安尼就好。求你互阮伫今仔日的这个经节中学习时常敬畏你，我靠你，学习感谢你，学习分享。求你互阮脱离物质的捆绑，尽阮所会的奉献，甚至超过阮的气力，因为阮知，互人的比领受的较有福气。愿阮有这个明白，佮拢安尼行，来继续承受你对你来的赐福。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主是我心所欢喜，伊是属我罪过，常常健康心可以，亲像万世就伴，我着顿顿念世间，偏好黑暗过去，伊更就欢喜无限，一次接纳就去，耶稣的祝福赐我安稳的永情，恁爱那因恩疼我，互我灵